我今日發言嘅主題係關於完善平台經濟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近年平台經濟蓬勃發展，催生咗好多活躍於平台領域嘅新業態工作者。平台經濟嘅發展喺為企業開闢新嘅市場，為居民創造新嘅就業方式同埋收入機會嘅同時呢，亦都為勞動權益保障係帶嚟咗挑戰。由於多數平台企業將平台工作者歸類於獨立承包商而非正式員工，好多人長期係被排除喺勞動保障制度之外，冇辦法享有最低工資、休假權、意外保險以及社會保障等基本權益。因此，平台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係受到世界各國政府以及工會團體嘅廣泛關注，因而亦都成為咗各國勞動政策嘅重要課題。啱啱結束嘅第114屆國際勞工大會表決通過咗第193號公約，2026年關於平台經濟體面勞動的公約。呢個係首個旨在改善平台從業者工作條件嘅國際勞工標準，係全球平台經濟基本勞動保障架構嘅一次重要突破。公約嘅核心意義在於將勞動權益保障去身份化，即係將勞動報酬、工作時間、職業安全與健康、算法治理、爭議解決等基本權益，從傳統嘅僱傭關係中剝離，轉化為所有平台工作者都應該享有嘅基礎性權益保障。公約嘅通過係數字化時代全球勞工權益發展嘅重要里程碑，對於世界各國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將產生深遠影響，亦都為本澳進一步完善勞動權益保障帶嚟咗啟發。為此，本人提出以下3點建議：第一，本澳平台經濟發展迅速，但係現行勞動法律法規難以有效兼顧相關平台工作者嘅勞動權益，有必要適時檢討完善勞動法治。本人建議政府因應2026年關於平台經濟體面勞動的公約嘅通過，全面檢視本澳平台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嘅現狀，加強平台工作者嘅權益保障，補齊本澳勞動保障短板。第二，平台工作者往往因為僱傭身份冇辦法被納入職業安全保障體系，喺交通、極端天氣、高強度工作等等方面係面臨風險。本人建議政府推動平台企業加強從業者職業安全保障，明確平台責任，尤其係喺工傷意外保險層面，強調平台企業直接承擔繳費責任，建立事故報告機制以及預防措施，確保平台工作者喺發生職業傷害嘅時候能夠及時獲得基本保護。第三，隨住人工智能以及大數據嘅快速發展，算法已經係成為咗平台企業分配任務、評價績效、決定從業者收入嘅核心機制，由此衍生出針對算法以及係數據權利等新興權利嘅治理議題。歐盟平台工作指令明確規定算法透明義務，平台必須要向工作者提供關於自動化監控同埋決策系統嘅信息。而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嘅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規定平台企業應該向工作者公開直接關係其基本權益嘅算法規則以及其運行機制。由於算法喺平台勞動之中係處於核心嘅管理地位，依靠工作者個人係冇辦法實現有效監督，有必要通過公共監管機制強化算法嘅外部可見性。本人建議政府加強平台企業嘅算法監管，參考內地以及其他國家嘅做法，建立平台企業算法備案以及報告機制，保障平台工作者個人數據、知情權以及勞動權益。多謝。